后来，咱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的阿东病院爆发到院内的感染，目前总共有7个人确诊。阿东病院紧急空列着超过70个医护人员来做体检甲隔离。加在有甲这个个案接触的29位护理师，目前拢是阴性。阿东病院是伫14号验出一个新北市民确诊，前一天问家属才知影讲，这个确诊者有去过网家的低压管，马上就落扩大来采检。了后发现，另外有5个甲伊共病房，或者是伫附近病房的病患，甲一个看护胃着病毒。目前总共有7个人确诊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，阿东病院有明确来掌握着感染源。新北市嘛，伫第一时间就来启动着应变的会议，对这个确诊者有效来隔离，而且快速扩大空列采检，目前采检的结果拢是阴性，因为感染源真明确，请市民唔免来担心。